平安。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主你是卑微转为尊贵，世上喜流泪转为笑颜，忍耐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知羞愧就没有失望，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生命充满亮光。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大声来赞美主。主你使卑微，主你使卑微转为尊贵，世上喜流泪转为笑颜，盼忍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知羞愧就没有失望，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主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罗马书15章13节，心中充满盼望，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心中充满盼望，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生命充满亮光，生命充满亮光。现在我们来唱《在你手中》。耶和华我的神，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支收。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右手也要安然居住。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诗篇16章第2节。现在我们再来唱一次，在你手中。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外。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将耶和华，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在你面前，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让我们一起来唱《你爱永不变》。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你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或伤心或气馁，或生灵或死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你流出宝血，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你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或伤心或气馁，或生灵或死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
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让我们再用安静的心再来唱《你爱永不变》。你爱永不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你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或伤心或气馁，或生离或死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你爱永不变，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现在我们来唱，让我得见你的容面。我的灵安静在你面前，深知道你就在这里。我的灵降服在你面前，知道你是我的神。我的灵，我的灵安静在你面前，深知道你就在这里。我的灵降服在你面前，知道你是我的神。让我得见你的容面，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我要在这里见到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让我得见你的容面，回应你心意，与你相连。我要在这里敬拜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今天一起聚在这里敬拜你。我们在你的圣殿中仰望你，求主大大的赐下荣耀与你的大能，我必定要在这里见到你。
求主你充满我，求主你大大的充满我。哈利路亚！我们在这里献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的灵安静在你面前，神知道你就在这里。我的灵降服在你面前，知道你是我的神。让我得见，让我得见你的容面，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我要在这里见到你，听你要见你的荣耀，让我得见你的容面，回应你心意，与你相连。我要在这里敬拜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让我得见你的容面，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我要在这里见到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让我得见你的容面，回应你心意，与你相连。我要在这里敬拜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荣耀同在，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羔羊宝座，设立在这里。荣耀同在，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羔羊宝座，设立在这里。让我得见，让我得见你的容面，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我要在这里见到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让我得见你的容面，回应你心意，与你相连。我要在这里敬拜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我的灵安静在你面前，神知道你就在这里。我的灵降服在你面前，知道你是我的神。
安静的心来唱最后一首。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柔美，世上一切别难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能不能？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我属于你，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柔美，世上一切别难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我哪都不想去，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下兰准备心来礼拜。
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了耶和华；囡仔伫我内面的，也着学了伊的圣名。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了耶和华，毋通袂记得伊一切恩惠。伊赦免你拢总会做，医好你拢总会病。伊救赎你的性命，脱离死亡，用仁爱甲慈悲做你的免流，用好的米足你的心愿。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了耶和华。世间情人拢着添情，虔诚徛伫面前，无伫看愈世间俗事，各项恩典你相思。上帝作你美的圣殿，咱着敬拜心敬虔。咱即时来吟圣诗11首，来学了咱的上帝。上帝至悬，我爱称赞，常常学了出声。嘴拢袂掂，心神少念，歌口我主的名，请咱起立吟全首。上帝至悬，我爱称赞，常常学了出声，嘴拢袂掂，心神少念。我靠我主的名，谦卑的人听伊一下，为了伊做欢喜。但咱大家称赞上帝，伊名着道兴起。所行的事，当我叫做伊拢甲我拄了，抬头看伊照日好去，面袂拄着见笑。但咱大家做出圣的，着敬畏伊的名。做大恩惠，人若敬畏，就袂好欠一件。驶行万遥，才欠等候，四过讨吃空空。囡仔找厝，无欠无事，好命无欠半。阿门。咱犹原徛咧，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即时做伙来启应，记载伫启应文24篇，启应文24篇，所行完全遵趁耶和华的律法的。
遵守伊干净的话，专心找伊的。少年人着用什么来称起伊的所行？我专心找你，求你毋通互我迷路离开你的诫命。求你开我的目睭，我的心神因为忧苦来消扬。求你互我离开奸诈的路，求你互我的目睭越走无看虚假。你的话将我救活。我有受苦，是做我的利益。我若毋是欢喜你的律法，我疼惜你的律法到怎样啊？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一个开拆就发出光。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阿免。咱这是过来吟圣诗422首，圣诗422首。主耶稣伫天坐位，对悬悬伫看人类，看世境来时运费。求主耶稣听阮，请咱一个吟传首。主耶稣伫天坐位，对悬悬地看人类，看世境来时运费，求主耶稣。请咱即时按头来祈祷。创造人类的上帝，我们感谢落你，因为你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宇宙中你是独一无二的真神，你是公义人民的上帝。你的国是在伫圣神所想事的公正、和平甲喜乐。求你借着圣神扶持引带阮。帮助阮伫生活中变行上帝公义，也因为你的怜悯、你的拯救，怜悯阮会软正，互阮会当警醒家己，
伫世间的日子，伫基督搁再来的时，得到你的接纳。保守世间人的上帝，伫农历的7月份，台湾民间宗教充满着惊吓、充满着禁忌的时，求你特别保守阮，互你的囝儿知，要安怎来分别罪性，来看待台湾宗教甲文化，搁互台湾人认捌你，甲阮做伙享受你的平安甲祝福。愿上帝平安甲祝福遍行伫台湾每一角落，遍行伫天下万邦万国万民。亲爱的主，阮的细囝开始有新的学年，献上阮的祈祷，求主赏赐因健康甲智慧，拍拼读册，热心服务，伫生活中甲别人和睦相处，有宽容、体谅、接纳、关怀，互相帮赞。阮也为着做父母的来祈祷，求主互阮伫教养囝儿的过程中，会当甲学校、教会、社会有关人员同心合齐，来协助囝儿的成长。为着这个献上阮的感谢。阮嘛感谢你，伫神的主日引带阮做伙起祭坛，同心敬拜主，伫遮见证上帝大权能，对你的罗卜总牧师领受新的信息，启示阮的心灵，正做阮生活中的帮赞。但愿将今早起的敬拜交托伫你手中，求你掌管，求你感纳。愿安尼感谢祈求，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请生活队。
起，你的双手为我的牵引。主耶稣，从今天起，我不再走漂泊的客旅。主耶稣，从今天起，你是我一生的归依。主耶稣，我全然都属于你。在惊慌的时候，是你抚平我不安的心；在彷徨的时候，是你为我把前程看清；在无助的时候，我可以寄托在你手里。在迷失的时候，是你耐心地导我前行。主耶稣，从今天起，你的双手为我的牵引。主耶稣，从今天起，我不再走漂泊的客旅。主耶稣，从今天起，你是我一生的归依。主耶稣，我全然都属于你。主耶稣，从今天起，你的双手为我的牵引。主耶稣，从今天起，我不再做漂泊的客旅。主耶稣，从今天起，你是我一生的归依。主耶稣，我全然都属于你。三甲来强守上帝话，记载伫诗篇34篇第8节到11节，以及15节。34篇第8节，恁着试看，就知耶和华是好。我靠伊的人有福气。耶和华城的百姓啊，恁着敬畏伊，因为敬畏伊的人无欠缺一项。狮仔豚有欠缺有枵，独独找耶和华的人无欠什么项会好。细囝，恁着来听我，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路的道理来教示恁。再来看15节，耶和华的目睭看义人。伊的耳孔听因的祈祷。咱再来看一位圣经，记载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1章第2节到第9节。愿恁对咱的爸上帝甲主耶稣基督得到恩典平安。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也是伊的爸得到呵乐。伊伫基督捌赏赐咱
伫天呢，逐项属于神的福气，就是照伊创造世间的大成，伫基督敬咱，互咱伫伊的面前诚做圣，无通嫌。第5节，依照伊的旨意所欢喜的，用仁爱大成，定着咱对基督耶稣基督得着做囝来归伫伊，互伊恩典的阳光得着学乐。这个恩典就是伊伫所疼的囝赏赐咱的，点伫伊会对伊的血得着赎回，赦免罪过，照伊恩典的富有，伊将这个恩典用逐样的智慧甲见识，赏赐咱到满满。第9节，以及互咱知伊旨意的奥妙，照伊的好意。以上讲到细囝恁着敬畏耶和华，咱请庄牧师。咱同心来祈祷。至圣阳光的上帝，阮甲阮的囡仔同齐来敬拜你。为着阮的囡仔因要面对新的一个学期学年开始，阮恳求主你听阮的祈祷，因为你是真理的神，伫你的手中有活命甲道路。阮要将阮的细囝来交托伫你的手中，恳求你的圣神充满伫因一生的年日。愿你的圣神帮助因明白世间的事以及上帝的奥妙。阮的囡仔是你所赏赐阮的活命甲产业，阮深深愿因会通伫上帝你施恩造成，得到上帝你的欢喜，用因的一生互主你来使用。愿你驾驶因认捌一切真善美的代志。造就因的活命甲品格，互因有分伫上帝你的本性。恳求你赏赐因属天的智慧、智教，因会当伫即个地面上来运用地上的智慧。赏赐因信心、仰望甲仁爱的神，帮助因勇敢、正确来跟对你的脚步。无失落主你伫因生命中间所有美好的旨意，甲你的计划，互因一生敬畏上帝、听上帝、听人，也亲像家己。伫因一生的年日中间，互因享受上帝你所备办丰盛的活命，互因用感恩、用学乐，跟对上帝你实行主你美妙的旨意。这是阮伫你面前诚恳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今仔日是开学礼拜，牧师要甲恁提起一件真要紧的代志，因为今仔日的讲道是为着所有咱的教会青年以及青少年所备办的信息。愿恁敬畏上帝。伫要开始解说圣经的话。来提起恁进前，牧师想要问这些同学一句话：你们喜欢上学吗？感谢主，有人讲喜欢，有的人讲无所谓啦，还好啦。有足侪无共款的态度面对咱的人生。牧师要甲恁提醒，你若清清彩彩，还好，不要紧。对今日开始，恁的人生就一直还好，不要紧，还好，不要紧，直到一生的落尾。那这恁相信吗？因为伫学校这个阶段，对人来讲，是一个真要紧人生的起步。这个起步的态度若决定，以后的人生就决定。所以伫新人院的时，阮的老师拢甲阮提醒讲，你去教会的工作，前2年、前3年、前5年，就决定你一生的工作。这你敢想有这个意思？人生伫一个开始的时，若决定用什么种的态度，
其实安怎正做就安怎修成。咱的囡仔伫即个阶段，恁伫即个阶段，伫学校内底，牧师用一个真特别的图片。虽然恁感觉好是一个插图，但是伊个插图是有意思。伊讲 play、learning、grow， 就是学习，就是游戏，就是成长。所以伫学校内底，恁第一个功课是恁的本分，就是把书读好，毋是用分数来决定你是毋是有甲册读好。真正好的学生，毋是证明讲我是有能力通考100分的，毋是。真正好的学生，就是当深入去了解老师所讲的这个知识，以及知识背后要安怎使用迄种的能力。第二，伫学校内底有体育课啦，有音乐课啦，有游戏啦，下课游戏。下课游戏毋是互恁去福利社去买物件来食安尼尔，毋是。其实伫学校内底所有时刻对囡仔来讲，这就是伊社会生活的开始。恁同意吗？伫学校游戏就是将来伫社会中间大汉的咱那个社交，搞一个应酬。所以一个囡仔伊用什么种的态度去面对伊的学习，真有可能深深受到爸爸妈妈的影响。所以有人讲毋通过度甲你的囡仔保护好势。你感觉你的囡仔去上课，真有可能互人霸凌、互人欺负，你就教伊用什么种方法来保护家己？人若比你较歹，你就爱比伊佫较歹。啊，人若甲你安怎，你就爱安怎。这世间是上好的方法。咱的囡仔伫人生中间一定会拄到挑战、冲突、危机。咱无法度帮助咱的囡仔一生穿防护衣，但是咱会当教咱的囡仔有智慧、有正直的心、清气的心，来面对着伊所做着的做代志。所以牧师要甲恁提醒，恁伫学校内底所有的恁的学习，拢要成做恁将来一生真要紧的路用。愿天父上帝帮助恁，牧师要甲恁提醒恁真后背即句话：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根本。认捌迄个至圣的意思，就是认捌上帝，圣洁的上帝，尊贵的上帝，一生尊即个看袂到的上帝，做咧恁的家族对恁的家庭中间真要紧的掌权的天父上帝。安尼就是聪明。牧师要甲恁解说，什么叫做聪明甲智慧？这种的解说是写伫剑桥的字典，英文字典，伊用英语写。伊讲智慧是一种的能力，聪明是一种的能力。智慧就是你怎样运用你的经验，甲你所有读到的知识。你读有册无一定将来你真够运用这个知识。你有真侪经验，但是你的经验无一定是正面的，迄种的能量。所以这个字典咧讲，人的智慧就是怎样使用伊的经验甲伊的知识。然后去做一个真要紧的决定甲选择，这你感觉这有重要无？人生上行唔对路，人生上惊就是选唔对，上惨的，娶唔对某，嫁唔对翁，还是牧师唔是故意去带第一讲这。咱的人生有真侪真要紧的关键的时间，为着迄个关键的时间要来进前，咱需要有好的养育，有需要有好的准备。然后，伫迄个决定若到，咱马上目睭就金讲啊，这是上帝为我备办，无毋对，我就安尼来选择，甲安尼来行。这箴言就是咧讲起智慧的开端，所有一切真理、智慧、选择的能力、判断的能力，拢是伫上帝。所以剑桥的字典伊内底伊安尼讲，伊讲智慧甲聪明有小可无共款。因是一体两面，聪明最大的无共款就是伊会当判断，做正确的辨明。我的老师甲我讲的这个道理是对的毋对，教囡仔较会知影老师讲对毋对。内底若有上帝相信，你就会知影讲，我的老师今仔所讲的是真现实的想法，是真现实的知识。但是伫上帝面前无一定对，因为我的上帝。有当时教我的，
就吃亏就是占便宜。哦，当然圣经无讲吃亏就是占便宜，互人会比人讲体较福气。所以咱的囡仔伫这个世间，就会通用上帝属天的智慧来使用这个俗世的知识。兄弟姊妹，帮助你的囡仔，因为有一日，你愈认真来造就帮助你的囡仔，有一日，你要愈欢喜来看见你的囡仔一生所做的事。愿天父上帝帮助孩子们。一生中间上重要的，毋是考100分；一生中间上重要的就是认捌牧师的上帝、你的上帝、恁爸爸的上帝，认捌这个圣经所讲，但是真困难看会到的，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上帝。所以开学礼拜，牧师要甲恁提醒：你若袂记牧师所读的圣经，但是牧师愿望你会记得一项，牧师甲阮讲。要敬畏上帝，将上帝摆在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地位。所以我有听到恁有人的见证讲，你读到一本你真重要的册，你把迄个册放伫你所有册上明显佮上重要的顶端。牧师在青少年时期，爸爸妈妈带我读圣经，教会长老带我伫高中1年对圣经对头到尾1年的中间读一摆。对迄个时阵开始，我有一种真好笑的动作。我将我的爸爸签名予我迄本圣经，甲伊放伫我所有课本的上顶悬，因为我感觉上帝的话袂当互缀掉咧。我上帝的话其实嘛无需要啦，因为上帝的话无论你安怎，伊拢是重要的。但是一个囡仔就是这样单纯，伊感觉我的上帝的话应该放伫所有的课本的上顶悬。这叫做敬畏上帝。愿天父上帝帮助，兄弟，爱你的囡仔好，毋是干那甲伊饲；爱你的囡仔好，毋是干那甲伊生；爱你的囡仔好，毋是干那甲伊过度的保护；爱你的囡仔好，爱伊认捌圣经中间所讲人情世事。圣经中间所讲，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有为美好的旨意。主啊，你的旨意是甚么？圣经是一个形容词吗？上帝所赏赐咱是一个充足美好的计划甲旨意吗？那安尼，上帝，你伫我的生命中间，你的旨意、你的计划是甚么？人对出世到大汉，拢是伊不断咧找上帝伫我的生命中间，伊的地位，甲伊要对我讲的，彰显伊的计划。人若会当愈早认捌上帝伫咱生命中间的计划，咱就愈长的时间去发展你的生命。兄弟姊妹，你看到这张图，你想你的一生，咱对出世、学爬、学骑、学行、学走，到时你去读册排书包，迄个书包佮重到也要好，咱边人佮甲咱笑讲，读册是愈读愈册。后来第一顶方块帽，就感觉足了不起啊！对大学硕士、博士，有当时人读愈册愈袂晓，因为人读愈侪册，伊感觉伊愈高，伊感觉伊愈骄傲，伊感觉伊讲的话就是绝对的真理。但是有一日，咱会发现，咱开始有重担，小可会疏腰，因为伫工作的职场的顶悬无事事如意。伫人的中间，一山比一山高。伫迄个工作的职场中间，咱开始有挫折，咱开始有失望。更较严重的就是，有一日咱发现，咱的喙齿咧摇啊，咱会感觉咱的目睭聚焦的能力开始模糊。咱发现一样事实，就咱的身躯是上帝所造咱的。这个身躯是照咱100年，你若好好保守，好好用，你就会当有健康用较久。但这个身躯是上帝所照咱的灵魂，暂时活伫这个世间。有一日，咱总是爱将这个身躯献给咱的上帝。你同意吗？就算做你无同意，你嘛无法度，我嘛无法度。
那你兄弟姊妹，咱要甲咱的囡仔讲什么？咱生活的主张，咱的经验的解说，敢有正确？咱敢有真正用上帝的话，甲迄种可长可久，迄种永远的存在甲活命，是一个真深度，是一个真久长，是一个真满足。就圣经中间讲的长阔高深，这种的满足。而且咱是用正向来解说人生的经验，也是用负面的角度来扭曲咱的囡仔，因的乐观，因的积极，因的迄种的充满了信心跟盼望。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咱的人生有一个 life cycle， 就是咱像咧爬山。伫人生的中间，真高走，真高行。就是青春的时阵，所以世间的运动选手通常拢是伫20岁到30岁这段时间，因为因的爆发力、因的恢复力、因的体能，拢是上强的时阵。但是咱的人生伫这段期间，就算做你足够走，但是你嘛有错过一些让你觉得遗憾的。就咱的一生每一个阶段，拢有一生每一个阶段应该做的代志。恁伫读册的时阵，游戏嘛是学习，所以唔通咧游戏的时阵咧想你的课本，又不敢玩。但是在游戏的时，唔是读册的时，又搁咧想你的游戏，搁袂专心。人上惊就是伫唔对的，伫一个时间做唔对的代志。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生命，祝福恁的生命，永远没有那个遗憾。就伫你的每一个阶段，上帝的圣神，互你的感动，互你的引带，互你的邀请，互你的呼召。基督徒拢应该听有这个话。上帝呼召你做啥，上帝感动你做啥。圣经讲唔通消灭你内心的感动，因为迄是圣神的感动。但是有真侪人满满的感动，人生上界无欠的就是感动，上欠的就是行动。所以最出名的神学家、哲学家、文学家，伊讲，人生中间有真多的感动，但是会晓使用感动的人无真多。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伫咱的一生中间永无遗憾。就算这有一日咱需要爬落来楼梯，就算这有一日咱爱恭恭敬敬将咱的性命交献给上帝，伫咱将咱的性命交献给上帝时，愿恁、愿我、愿咱每一个人，咱的生命中间拢有一句，咱对上帝讲：主，我感谢你，我感觉我的人生真快乐。主，我感谢你，我的人生没有遗憾。也这阿门嘛？你讲牧师，你莫定定叫阮阿门啊？牧师叫恁阿门，毋是一个习惯呢。牧师会问恁讲恁阿门无的意思是讲，你感觉这种的想法好无？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担着主恩典的滋味。所以今仔日的诗篇34篇，恁对了，恁较好是对头到尾读一摆。因为讲来啊，试看主恩典的滋味。恁来试看卖呢？这杯若是咖啡，你啉落就知这杯咖啡；这杯若红茶，你啉落你就知这杯红茶。因为迄都是伊的本性。所以诗篇34篇讲来啊，试看，意思就是担着了后看的意思，毋是干那目睭目睭的看见，就是你着知影，你着明白上帝的滋味是好的，伊的恩典是永远无欠缺。所以你着恨不得甲上帝讲：哦，上帝今仔这杯咖啡遮尔赞，搁互我一杯，一杯搁一杯。不是苦酒满杯，咱的生命，咱担着心中滋味。兄弟姊妹，人生有三项代志，恁真足想好，甲恁囡仔讲。人生上少有三项事，想好，甲你的囡仔讲。因为你甲你的囡仔真诚恳讲上帝的话，伊的意思就是用你的肩胛头，互你的囡仔徛。你的囡仔若坐伫你的肩胛头，伊要
看搁较远，搁知影搁较济，伫伊将来也未拄着代志，伊就已经安那受准备，伊准备要发展伊的生命。三项代志，第一，一个担袂着上帝恩典的滋味的父母，真困难嫁出一个死心塌地要享受做基督徒的囡仔。一个袂晓读圣经的父母，你真困难勉强你的囡仔读圣经。一个毋捌伫祈祷中间去感谢上帝，讲上帝我袂堪得，但是你竟然听我的祈祷。谈到主恩典滋味的父母，谈到主恩典滋味的牧师，谈到主恩典滋味的中心，伊的影响力大到无法度想象。第二项代志，真捌上帝讲的话，因为这个话要做恁脚前的顶路上的光。伫咱人生中间无欠缺感动，是因为这个世间有真侪感动，其实是包装的邪恶。迄个感动是要引诱人。恁看酒店，恁看卡拉 OK， 恁看遐个夜生活的所在，因为看板是毋是比所有看板拢较亮丽？为着要吸引人，甲因讲我伫遮。兄弟姊妹，上帝的话就是真理，就是活命。教会最重要的任务，父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囡仔咧爬坡的时，伫伊咧学爬的过程，你就开始慢慢陪伴伊、装备伊、发展伊，互伊内底的自我会当甲上帝的圣心结连。无须我甲恁讲过一种祈祷，咱基督教较少安尼做啦。但天主教到即满2000年来拢安尼做，你捌看过电影安尼比无？什么意思？主啊，我将我的心思意念交托互你。主啊，我将我的毋是腹肚呢，将我所有的欲望交伫你的手中。主，你节制，你保守，你管理。主啊，我将我的感情、感性交伫你，圣性、理性，我的感性，我的理性，我的心思意念，我的欲望。兄弟姊妹，对今日开始，恁会使常常安尼祈祷。无论做大做小，最小就是这样子。做大一点就是，人讲，我毋是天主教徒，我开咧对天主教做，毋是。这是2000年来所有教会因为体会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就用这个动作来提醒我的心思意念、我的欲望、我的感性、我的理性，我要伫上帝的面前合而为一。兄弟姊妹，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用这种的祈祷来发展，伫你生命内底一种满足的喜乐。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我的肉体安然徛起。愿至圣的上帝大大祝福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也祝福恁的宝贝囡仔，互因明白上帝的道理。现在请听，教会的青年注意听。伊讲细囝恁着听，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理教示恁。有当时牧师讲较严格的话，有当时难免有的人对心中会感觉，你凭什么安尼对我讲话？这如果那是上帝对你讲话，就不是凭着装孝顺这3字。咱作为主祭的时，有时候过于严肃，请你谅解。但是咱伫上帝的面前，敢毋是应该惊吓袅袅喘嘛？惊吓袅袅喘的意思就是，我感觉到处浑身不对劲，意思就是伫一个监察我一个至圣的上帝，伫一个尊严的上帝，我感觉我袂堪得。我惊伊看到我内底隐藏的遐一寡，主啊，求你怜悯帮助我。但是上帝讲，我的目睭要看过义人，我的耳孔要听因的祈祷。阿门。愿天父上帝看过恁，愿天父上帝将伊的话讲互恁听。今仔日的圣经诗篇
34篇第8节。诗篇甲最近咧查经的8福，就是山上宝训、马太福音第5章，拢共款。所有记载文字的记载，伊的文体的方式，拢上祝福这个字放伫上头前。所以诗篇第一字、第一篇第一字，你若看中文，你就看无到第一字，因为中文是将因果颠倒过来讲，先讲因才讲果，但是诗篇是先讲果才讲因。伊讲何等的幸福！诗篇第一字是安尼讲，迄个字叫做 Ashre，A-S-H-R-E， 希伯来语 Ashre。这个字翻来到新约圣经的中间，另外一个字叫做 Makarios。伫所有圣经内底咧形容幸福，伫所有希腊时代希腊文的所有文学、哲学的文字的中间，这个字只有用来形容天上的宇宙宙斯所有这神明。这个字无用伫人的身躯顶悬，但是耶稣该摕来用伫上帝所听的正经字。所以耶稣咧讲有福气啊！伊的意思就是，你是有福气的上帝的子字，你是有福气的上帝分别正线所拣选的人，就亲像代表讲，我何等的福气！无坐武万的人的位，无行歹人的道路，每日杀死上帝的话，这个人有福气，因为因要亲像树栽种伫溪水边，生起来，愿恁读上帝的话。因为伫迄个中间代表讲，恁来谈看卖、试看卖，尝尝主恩的滋味，恁就要知影上帝是一个良善、美丽、亮丽、尊贵。咱嘛要知影，因为耶稣将这个 Makarios 就是幸福、满足的幸福，是完满、完美的，放伫恁的人生中间。上帝无讲白贼话，上帝嘛无讲碰风的话。上帝所讲的话，就照伊的心意定着实行。原咱伫主的面前，咱用这句话对上帝讲：主啊，我需要你这份的祝福。伊讲敬畏耶和华的人，拢无欠缺，是一种满足的幸福，是一种满足的人生，一种没有遗憾的生命。伊讲追求上帝的人，因无欠缺任何。这个讲无欠缺的意思，毋是讲伊啥物拢有，是讲伊无欠缺任何一项有价值的，伊无需要遐个无价值的，就是咱满厝间拢遐个玩具，也不如你拥有一项有路用、有价值的物件。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人生的中间，咱明白今仔日圣经新约甲旧约，甲咱画上等号。因为伫这个中间，保罗讲，保罗以有所思，最要紧就是起造以有所教会，也是起造教会一个真要紧的范本。所以保罗伫迄个所在讲，天父上帝要将稳定平安赏赐予恁，是对天顶来逐种的上帝的福气。是对天顶上帝所赏赐的福气。这个字毋是用 Makarios 这个字，但这个牧师会甲恁解说，伊用 logos 这个字。但是牧师解说互恁听的是，恁就知影讲，哦，原来知识、真理是遮尔宝贝，因为知识甲真理会带来幸福。伊讲这个稳定是满满的，这个稳定是充充足足的，这个稳定就是知识甲财物。要互恁明白上帝的奥妙，上帝美好的旨意甲上帝计划。咱追求上帝安静默想，通过圣经甲圣神的帮助，伫咱人生中有一个真要紧的期待，就是上帝开我的目睭，开我的耳孔，开我的心门，互我明白，伊伫我一生中间伊的计划。伊爱我开什么店，伊爱我做什么代志，伊爱我努力什么。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会当明白，今仔日
伫以弗所书第1章第30、第80、第90，伊讲到即个属天的恩典。伊讲天顶逐项属灵的福气，即个福气，伊是用即个 eulogia。logia 的意思就是 logos，logos 的意思就是 logic。恁若对英语有兴趣的人，恁知影逻辑就是即个字。逻辑就是对这 logia 来这个字，伊的意思就是何等美好的真理。有这个有这个字本身伫希腊语叫做好的无比。好消息传福音，福音迄个字嘛是好的信息，也是用 eu 这个字好的。所以传福音的意思，搁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讲好的天使、好的使者。Angel， 上帝美好的使者，将上帝美好的信息，将上帝美好的真理，是属天的智慧亮光。伊要高举我伫地上这种粗浅。开我的目睭，互我坐伫悬悬的宝座道路顶悬。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有充充足足的知识、聪明，也愿圣神将上帝的美好旨意甲计划。上帝感动你讲感谢上帝。虽然我是一个草地囡仔，我的父母嘛真普通、真平凡，但是何等你疼我。你也互我有这种的能力，会当做这。祝你互我一生中间是一个享受。我感觉我的人生已经够野，我无欠一项会好。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所以结论牧师要用两个祈祷。第一，甲主祷讲，主互我真正担着你恩典的滋味。我无爱做一个无认捌上帝，常常咧埋怨讲，这个宗教信仰实在甜卡半手。反倒当咱要甲上帝讲，上帝愈济愈满足，主你的圣神愈完全充满伫我的生命内底。愿天父上帝帮助恁真做一个真正会晓养饲教育恁的囡仔的父母。这是咱教会责任。牧师决志，我嘛意识到我家己徛伫这个所在、这个角色的重要。我知影我无权利随便讲一句无下伫上帝圣经的话语，所以我真欢喜甲恁分享圣经的话。但是愿恁会通，毋是干那听牧师的讲道，就常常恁会当安静，伫恁单独的时，搁较宝贝，听到迄个感动的声。上帝圣神常常是伫人的安静的中间做工啊。上帝圣神常常是伫你安静单独的时，要带你行伊的道路。所以帮助你的囡仔，陪伴你的囡仔，永远不会太迟，兄弟姊妹。有当时你即摆咧学的功课是甲你的囡仔做同学，你陪伴你的囡仔，带你的囡仔，因为无共款的人生的经验。对人生的经验的解说也无共款。愿天父上帝帮助恁，将上帝的话来解说你的人生，用上帝的话来看到迄个看袂到将来永远活上帝的应允。虽然咱人生亲像咧爬山，但是咱的人生伫每一个阶段，咱拢得到祝福。主祝福恁。主帮助恁，主互恁伫祈祷的中间讨这三项。你甲主讲，主啊，我要担着做基督徒迄种良善的快乐。我毋免人甲我拍婆啊！我做任何代志，拢毋是为着别人的约束，是为着我感觉做你的囝儿，做基督徒，我本底就是应该安尼。伫我的婚姻，伫我的工作，伫我的课业，伫我任何单独的时阵，任何代志拢毋是为着别人，是因为。我是上帝你的囝儿，我安尼生活，别人就知我就是你的宝贝囝儿。主互我真侪亲像你的完全。所以耶稣咧讲起八福了后，伫八福最后迄个马太福音第5章上尾在48节，伊讲恁若照这8种的态度，这种的
方法去生活。马太福音第5章上尾句，伊讲啥物？恁就要完全，亲像恁的天父上帝完全。愿天父上帝对恁讲话，互恁内面，咱的每一个基督徒拢是真的，每一个基督徒拢是圆满的，每一个基督徒内面拢没有遗憾。伫我这边有遗憾，因为这边是我的血气，我的欲望。但是伫这边有上帝的圣神点伫我的礼拜堂，伫我的生命内心的深处。兄弟姊妹，这个上帝若哪大，这个遗憾就哪被充满。愿天父上帝将这个焦逼、充足、满满的知识、美意、智慧、聪明，赏赐予咱在座。第二个祈祷牧师要邀请恁，好好运用恁的生命。咱若伫生日的时，兄弟姊妹多数拢真重视。伫生日的这礼拜，我一定要做礼拜，因为我要甲牧师做伙祈祷。兄弟姊妹，毋是干那生日尔，恁来甲上帝讨讲，上帝，我伫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要有那个阶段的收获。求你帮助我，无空有感动，但是我手中抓袂牢迄个机会。机会就亲像水，一个足出名的政治家，伊写一本足特别的册，叫做《乌托邦》。这个政治家是一个英国的首相，伊叫做 Thomas More。这个人，伊为着伊所坚持，伊对英国应该有的信用甲执政政治的态度，伊写《乌托邦》（Utopian） 这本册上下册，伊也为着这本册得罪英国的国王，后来伊互国会判死刑，上断头台。伫要死之前，伊查某囝去监甲伊看，伊甲因查某囝讲一项代志，伊讲：我的女儿，你用你的手安尼甲水捧起来。你会当甲水留伫你的手中，留偌久？伊讲人生就亲像上帝予咱的水，无论你偌认真要甲伊捧掉咧，这个生命拢有尽头。真伟大有良心的政治家，伊毋是干那为着理想死，伊留世间一个梦想，就是理想国。迄个理想国其实就是耶稣所讲的上帝国，也即把握机会。写一本册叫做《小王子》的法国童话跟文学家修伯里，伊讲多数的人心中满满千千万万个感动，但是这感动多数拢原封不动，因没有认真的将这个感动变做一个对于人生中间真要紧的选择，互伊的生命因为这个选择来得到意义。也再请恁思考这个话：上帝圣神常常对咱讲话，这个话就好亲像咱去参加农会，去参加什么社团，伫迄个年终的摸彩，伫买艺中间摸着，有真侪物件你要甲等讨到，又感觉无彩。你就原封不动，连包装嘛原封不动，你就甲放伫恁兜的仓库，放足侪年了后，到回若要义卖，你搁甲搬搬咧，搁甲摕出来。上帝予咱的感动，毋是即种可有可无、凊彩。愿天父上帝圣神感动咱。耶稣伫圣经中间有讲一个譬喻，这个譬喻拄啊好，真适合讲今仔日咱要安怎不错失良机。耶稣讲有一个葡萄园的主人，伊就叫伊的工人，因为葡萄要收成啊，伊就叫伊的工人，伊的长工出去外口去叫人来做。对，透早开始做10点、11点，后来搁看到一群人营营伫迄个外面咧树仔骹咧安尼无代志做。这个长工就甲伊讲：“恁是安怎徛伫遮无所事事？”这句话真有意思。咱真侪人伫咱的人生中间，伫每一个阶段，常常拢坐伫遐等，
无所谓，还好啦。天父上帝帮咱，天父上帝圣心大大充满咱，互咱不只是还好，我要更好，我要最好，不是还好，要更好，要最好。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生命的中间。尼采是一个足认真生活的哲学家。伊讲，一个人若知影伊为什么来活下去，他可以胜过、赢过任何的环境三种代志。会当忍受无食饭，会当忍受30年、50年，过迄种真孤单、真丧向。但是伫实验室的中间，对日时、暗时、暝时，尼采讲，一个人若知影伊为什么来活，伊就我都面对任何的压力、所有的困难、所有的挑战，因为看见头前有一个希望，迄个噩梦的光在带伊。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相对爱因斯坦伊讲，人生活若无意义，绝对袂幸福。人生活若毋知为什么来活，伊只不过过一日算一日，不但袂快乐、袂幸福，我嘛会当勇敢、认真甲你锻炼，讲你一生无能力，通真正的活下去。求天父上帝帮助咱。荣格一个足出名的人格发展的心理学家，恁若做老师的人，我相信恁一定加减有读到荣格的生命发展的理论。荣格伊讲到2项，伊讲人生咧爬楼梯这个上半场，最要紧就是发展你内底的灵魂，互你内面这个灵魂真做一个满足，真做一个良心，真做一个知识。人生的下半场，你知影一项，你要交差，你要交成绩单，你爱伫面前将你这个自我，拜托咧，你落来，把你的自我先放伫一边，然后甲上帝放伫真正世界的位。荣格讲起，人的生命发展有2项代志，第一项就是认识更伟大的对象，伊无勉强人做基督徒。伊讲，伫你的生命中间，任何个宗教，你需要一个比你更伟大的神。第二，互这个圣神让这个神发展你生命的心思意念。兄弟姊妹，咱的一生是要成做真实的基督徒，只有甲上帝同行。咱的一生有一个真要紧的功课，就是甲上帝讲：上帝，我做袂来，对今仔日，我将这间教会、将我的家庭、将我的一生，处你来掌管。当上帝掌管你的人生，你的生命袂无共款。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圣神，请你进入阮的家庭，进入每一个阮的囡仔，使你陪伴因，你做因上大的保惠师，互因知对因出世，你的圣神就甲因同在。求你帮助阮的家庭，互阮的家庭会当追求上帝你所赏赐阮信心、愿望甲真爱，互阮试看你稳定的滋味，将阮的心内迄个埋怨、贪婪、欠缺，主你甲伊摕掉，将一切幸福甲满足，真实对你来放伫阮的生命中。感谢你听阮的祈祷。我们要静静听候，直到上帝你的完全踮伫阮的内底，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这是来应答上帝听，
咱来吟圣诗344首。我心尊敬我主最大，掠伊做我欢喜，看顾卑微，施恩救我，万世讲我福气。咱这是起立吟全首。我心尊敬我主最大，掠伊做我欢喜，看顾卑微，施恩救我，万世讲我福气。我全能的主为我来行，行大罪渺代志，圣神归来的我来正，愿生命受孤敬，敬畏主的应人名为，地高全世无体，骄傲的人伊看山伊，成就公破归家。主要把用关切智慧，秘密成伊做官，要个的人做顺会，可以把酒温暖。学也我以空空归，心内永无安乐。全人做所恩典作别，可以永远永恒。阿门。现在请坐，咱准备奉献。
谢真济平安礼，请总牧师。今仔日个礼拜，咱有几项祈祷。第一个，咱要来为着要升初中的亚瑟甲彩婷来祈祷吼。小庆这配伊的后生谢彩婷伊嘛是要升初中吼，个亚瑟咱来请亚瑟爸爸妈妈来头前好不好？咱来替伊祈祷咱。讲台所有所在，咱拢会使徛，好无？讲台顶悬嘛会使，好无？较大汉的起来顶悬，吼，较大汉的起来。甲爸爸妈妈徛做伙，吼。你们较大汉的较起来顶悬，安尼空间才够，吼，空间才够。音响给送入去迄个钢琴的下骹，音响给送入去钢琴的下骹。来，陈老师，恁徛起来顶悬，恁徛起来。好，咱做。咱做伙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阮将阮遐宝贝的囝儿、查某囝交伫你的手中，愿主你甲因换手。主，阮亲像圣经内底所记载，迄个爱囡仔受你祝福的家长，阮要将阮的细囝交伫你的手中。愿主你用油吸引，互因归属你的性命。
这世囝伫处理的稳定保守中间，因的品格、因的智慧、因的心中的欲望，会当性别真侪一个水的梦，伫你的手中真侪上帝你所使用的器具，阮恭敬祈祷，我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好，过来，迄个要领奖学金的吼，唔通离开。
今仔生日的人，请你来头前好无？这是我来报告。顶周聚会，请咱家己来看。本周聚会拜三祈祷会伫礼拜堂，家庭礼拜暂停。青少年团契伫教育馆，查经班拜六暗时7点半伫教育馆2楼。后礼拜圣港服侍，书会陈英宏长老领诗妇女团契。苏琴、陈美秀姊妹、苏宪、廖美娥执事以及林安乐执事。招待是第一组，爱餐暂停。新港讲读经表，咱照顺序来看。集体交通第一，请咱继续为咱的细囝开学来祈祷，求上帝祝福因。第二。杨那村执事纪念奖学金，咱恭喜这个得到奖学金的同学，当继续打拼，努力来荣光上帝。第三，有一个真好的课程，我的银华我自足，这是真好的正式老师的训练班。伫9月14到9月15。咱教会若有报名有优待，欢迎踊跃报名参加。第四，8月份开始有新的查经，认捌耶稣的教导的主题，对耶稣的教导来重建灵魂的导向。要升查考登山宝训，马太第5章到第7章，欢迎参加。想要参加的，会当加入这个来来查经的这个族群，以方便来传递这个资料。第5，9月19日妇女生活营，地点伫三拿溪，每一人900块。伫8月31报名查址。第6，请继续为生日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奉献报告如果有出入，请向过界人员来更正。大岛事项第一，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来祈祷。第二，为中华中会50周年事工来祈祷。第三，为着以下这个身心欠安的兄弟来祈祷。第四，为教会青少年学校的课程来祈祷。第5，为适婚青年的婚姻来祈祷。第6，为姊妹教会、福林教会、基督教会、德克达亚教会来祈祷。以上报告，咱来吟上迎圣诗509首。俄罗天父万福本源，观音极大仁爱昭彰。俄罗耶稣赎我罪犯，做我中保，奖励万番。请起立念全首，念一煞，请总牧师祝祷。俄罗天父万福本源，观音极大仁爱昭彰。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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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请坐，要得避讳。